知大家知唔知香港長者每個月最高可以攞到大約1萬蚊嘅政府資助，用嚟安排一啲家居嘅照顧服務嘅。咁呢1萬蚊大概係咩概念呢？大概係每個月都固定因應長者嘅需要，安排一啲嘅家居照顧，例如係上門看顧啊、做復康運動啊、復診服務等等。咁其實呢啲嘅服務咧，都可以大大減輕到照顧者嘅壓力啦，亦都係差唔多半個工人姐姐嘅成本。但係呢啲服務咧，都係專注做長者照顧嘅。大部分人都唔知道，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呢係唔可以主動去申請嘅。咁所謂嘅照顧券呢，其實係要社署發出邀請信，咁呢先至可以有資格去申請。咁點先可以收到邀請信？申請手續係點樣呢？申請資格啊，同埋申請方法係點樣？咁呢條片呢，我會分4個部分，咁呢逐一同大家去拆解嘅。簡單啲嚟講，社區券就係政府每個月俾一啲合資格嘅長者一筆電子嘅券額，長者咧可以自己揀認可嘅機構，用嚟去買一啲嘅日間中心服務啦，或者係上門照顧嘅服務。咁個目標咧都係用呢一啲錢咧去支援長者可以居家安老嘅。咁有2個嘅 concept 咧，大家一定要記住。第一就係錢跟人走。政府咧就唔會直接俾錢個老人家，而係俾個券額老人家。咁咧佢哋就可以揀一啲嘅認可機構，咁而筆錢咧就會跟住咧你哋去嗰一間嘅認可機構嘅。第二就係能者多付，收入越高嘅長者咧，自己俾錢嘅比例咧就會高啲；收入低啲嘅長者，政府就會幫手俾多啲。咁咧最低咧，其實個老人家咧，淨係需要俾服務費個5%，其他咧全部都係政府幫手去俾嘅。咁服務形式咧分咗3種，咁你可以當佢係一個月費 plan 咁樣啦，自己去砌一啲服務組合嘅。第一咧就係中心為本。咁就簡單啲，就係去一啲日間中心啊，或者係長者中心啦。咁裏邊都會有一啲嘅日間照顧啊、膳食啊、復康運動啊、社交活動咁樣俾個老人家嘅。第二咧就係家居為本，咁主要係個職員咧就上門服務，例如係一啲護理嘅服務啊、傷口護理、送飯、陪診等等。咁第三咧就係，如果大家2樣嘢都想要嘅話咧，就可以揀混合模式，咁可以自己揀一半時間去中心，或者一半時間去上門服務，咁咧就因應翻個老人家需要咧去調整嘅。而每個老人家咧，最多可以揀最多2間嘅認可機構。咁例如係我一間想去 A 中心，一間咧我就要去 B 中心嘅上門服務，咁咧就最多可以揀2間。咁而社區券咧就唔係多幾百蚊津貼咁簡單啦。咁其實咧就係每個月可以多幾千至到1萬蚊嘅家居照顧嘅 budget。咁而呢啲錢裏邊點樣用咧？大家咧都可以自己去到調整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會教下大家點先知道自己需要俾幾多錢。咁點解有啲人淨係俾幾百蚊就可以用到幾千蚊嘅服務咧？咁其實社署咧就會因應個老人家嘅家庭收入，分咗6個共同付款嘅級別嘅。咁咧佢係5%啦，到40%不等啦。咁假設個老人家係獨居一個人住，咁佢收入咧每個月咧7000蚊，咁啊顧名言之，其實佢就係少過7875蚊啦。咁佢咧淨係需要俾翻服務費咧8%嘅啫。咁我當佢每個月佢要最低個面額4526蚊嘅服務，咁其實呢個老人家咧淨係需要俾當中嘅8%，即係362蚊嘅啫。咁剩低嗰4000零蚊咧都會係政府資助嘅。咁而假設個老人家佢唔願意接受一啲經濟收入嘅審查咧，咁佢就需要咧俾最高咧40%嗰個共同付款級別噶啦。咁政府就會俾剩低嗰60%啦。咁而服務費咧，淨係需要計家庭嘅收入
係唔需要計資產嘅。咁另外一啲政府津貼，例如係生果金啊、生活津貼啊、傷殘津貼咧，都係唔會計算在內嘅。老人家點先合資格攞到社區券呢？大家要記住三部曲。第一部曲咧就係要接受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評估結果合格就可以落第二步。第二步咧，佢合格咗之後咧，就會入咗一條隊，叫做長期護理服務輪候名單嘅隊啦。咁第三部曲咧，就係要等社署去嘅邀請信。咁收到邀請信之後咧，就可以正式咧去申請社區券噶啦。咁其實個統一評估點先至合格咧？佢會評估啲乜嘢咧？咁呢個評估咧係有一份好詳細嘅問題啦。咁佢其實就唔係一個考試嚟嘅，佢咧就係評估翻呢個老人家究竟需唔需要長期嘅照顧。主要佢會睇佢啲日常嘅生活能力啊、認知狀況啊、照顧者嘅壓力啊，同埋家居安全等等。咁簡單啲嚟講咧，如果個老人家佢個自理完全冇問題嘅，識行識走，屋企又有人長期照顧咧，咁最多只係都會建議一般嘅社區支援服務，咁就未必咧會入到資助嘅長期護理輪候呢條隊嘅，咁自自然然咧就冇社區券噶啦。咁所以咧都要實質睇翻個老人家有冇長期護理嘅需要啦，咁先至咧知道合唔合格咧去輪候社區服務嘅。呢度都提一提大家，如果係呢個安老服務統一評估評定咗個老人家係唔合資格申請嘅話咧，咁個老人家咧，除非有一啲身體狀況、活動能力有一啲好重大嘅轉變，如果唔係咧，佢就需要等1年之後先至可以再做呢一次嘅評估嘅。大家睇到呢一度都覺得身邊嘅老人家咧，其實都會合資格去申請嘅話咧，咁究竟可以揾邊一啲人去申請啦？咁咧其實可以咧根據翻個老人家住喺邊一度啦，就揾翻附近嘅長者地區中心或者長者鄰舍中心，又或者係個老人家本身已經有跟開嘅醫務社工啊，或者係家庭服務中心嘅社工嘅話咧，都可以直接揾佢哋幫手轉介做統一評估嘅。咁如果合格咗啦，咪可以申請社區券咯。如果大家身邊都有啲有需要嘅長者，而大家都覺得照顧壓力開始大，咁大家更加唔好錯過政府呢每個月最高1萬蚊嘅資助。咁大家如果咧都想知道服務券有邊一啲認可嘅機構嘅話咧，不妨咧下邊留言服務券3個字俾我，咁我咧就會 send 翻一啲服務券機構嘅資料俾大家嘅。咁最後啦，咁希望今日呢條片咧可以幫到大家，咁可以咧令到大家知道多啲長者嘅資訊。咁日後咧，大家如果繼續想知香港嘅長者福利資訊咧，歡迎訂閱我嘅頻道啦。大家有問題咧都可以留言俾我嘅。咁多謝晒大家，下條片見。